我哋就要到来看全台湾唯一的一间屈原庙伫倒位？伫彰化，只有一个屈家庄内面住30几户，真侪拢是屈原的后代。随着信众愈来愈多，大家就倾钱起庙，用超了5个外月，总算伫6月7入伙安做这个屈原的神像。啊，为了要庆祝落成，屈家的人又搁包2000粒的肉粽，免费大放送。 诗人屈原有了专属的屈原庙，伫5日节进前安坐落成。后台为着庆祝，还阁特别包2000粒的粽，免费请大家享用。阿香哥，阿菜脯。屈原庙是伫彰化市宝埔里的屈家庄，起庙进前，伊的神像拢是由屈家的子孙轮流担任炉主，请当去厝服侍。后来因为信众愈来愈多，因此后代决定要集资起庙，用5个外月时间完工。大家讲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讲要甲咱的屈原尊王吼，就是咱水神尊王，啊，互伊一个会当吼安定的所在。 后代拢非常慎重，挑选一个良辰吉时进行入伙安置仪式。这座屈原庙嘛是全台唯一由屈原后代子孙兴建的庙宇。这肉粽节除了食粽以外，有了这个屈原庙，大家更加会记哩节庆的典故。